好，我知影咱今日是幸福小组的福音主日啦哈。我相信咱在座应该有一撮新的朋友，你通过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来到教会哈。我想最后这首诗歌刚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生命终究要去面对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什么是你生命真正的意义哈？生命真正的价值？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是甚物？我相信咱每一位会当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圣殿哈，我想拢毋是偶然哈，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拢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上帝的带领。我想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什么对咱的生命真正有意义？什么对咱的生命真正有价值？也愿咱会当用咱短暂有限的生命来认捌这位无限听咱的上帝，互咱的一生含伊三结连，会当成就上帝迄个美妙的计划。咱拄则有听西罗亚合唱团因为咱做诗歌的分享啦哈。视障朋友因要做伙献诗，要成做一个合唱团，其实有几个困难点爱突破哈。恁想会到无？第一个困难点是啥？嘿，无法度偷看，咱恁若爱唱 KTV 的你若去唱迄字幕都突然间消失去，敢唱会落？除非你歌作色，无就定去所以因无法度看歌词，所以全部歌词拢爱背起来所以恁可能若专心听，可能有发现一撮字小可毋对啦，正常袂要紧已经足厉害我拢甲家己讲迄若我我可能会安尼摕一张来偷看无法度唱第二个爱克服的困难是啥？合唱团通常爱有指挥嘛对无？安尼大家才会整齐。但是因看袂到，无法度有指挥伫头前所以就爱用足侪时间，用足侪精神去做训练、做练习互因会当彼此之间的默契会当真好势我想真侪困难需要咱生命内底拢共款真侪困难需要去克服，需要去克服胜过啦你若放弃，永远都无机会。但是你若愿意，特别咱基督徒，咱若愿意倚靠上帝，互咱的气力，互咱的恩典，咱就有机会赢过这个困难赢过这个挑战。好，咱是毋是要读迄段经文迄个约翰福音第9章的第1到第7，咱读第一段就会使读。咱读到 PPT 的一开始应该有有迄段第1到第7请我们一起来。恁要读台语吗？读台语，但是这是这台语好对，反正我看毋对去好，咱做伙来读耶稣在行路的时，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伊的门徒甲伊问：列比，这个人出世就失明，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父母？耶稣应讲：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趁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日暗时一下到，无人会当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这个话讲了，伊配喙烂伫涂骹，用喙烂敲涂，然后用涂糊迄个人的目睭，甲伊讲：你去西罗亚治洗。西罗亚的意思是红车肯，伊就去洗，转来时已经会看见。这段经第二段第二段咱有缘读者有咱拍起来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约翰福音第9章头前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西罗亚
真侪人听西罗亚合唱团分享了，会问一个问题，讲为什么恁的团名要叫做西罗亚？哈，基督徒应该小可有印象哈，因为这是出现伫圣经内底。西罗亚的故事，就是对咱头拄所读第一段的经文出来哈。耶稣通过伊伫耶稣医治一个失明的人，爱伊去西罗亚地来洗，就得到光明。这西罗亚这个意思就是奉差遣，互上帝差遣出去。所以西罗亚合唱团号这个名，就是希望这个团队会当成做一个互上帝差遣的团队，到逐个所在，奉上帝的名去宣扬福音的信息，互真侪人会当来得到帮赞，得到祝福。今日我嘛要通过这段经文真简单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真简单和咱来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咱基督徒互相见面的时，拢会讲啥？平安，吼，咱拢做惯习啊，对无？平安到底什么意思？哈？平定安稳，咱普通有听讲吼，常在听一句话讲平安无代志，对无？吼，有的人感觉讲无代志，就是平安啦，吼。这是平安的一个面向，无毋对，吼。但是我想，圣经在讲的这个平安有更较深的意思。吼，毋是干那伫无代志，拢无拄着歹诶代志，吼，做顺利，吼，即款诶赞处那定。圣经咧讲诶平安是一种生命诶状态，吼，生命的状态，吼。什么款诶状态呢？即款状态就是讲，和上帝保持一个真亲近诶关系，真好诶关系，即款诶生命状态叫做平安，吼。圣经咧讲诶平安，吼，迄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 Shalom， 咱可能有听过吼 Shalom， 我哋讲的这款的平安，就是咧讲这哈。当然平安嘛，佫有几个无共款赞处的意思啦哈。第一题咱头仔讲的连接，和上帝有好的关系，会当得到上帝的同在。伫咱的生命内底，毋管拄到顺境，拄到逆境，咱会当真有确信、真确定上帝和咱伫地。那安尼才会困难，其实袂当诚做，袂当甲咱拍倒啦，袂当甲咱拍败吼。因为咱有迄位上界有亏咱的上帝，上界愿意帮助咱的上帝吼。所以，当咱的生命内当和上帝有一个好的连接的时，咱的生命要得到迄个平安的状态，要进入到迄个平安的状态内底吼。毋管风雨偌大吼，咱的心拢会当真稳定，头拄讲的吼。平静安稳吼，真稳定，袂随着波浪来起起沉沉吼。平安佫有第二个意思吼，就是和平的意思。咱平安迄字吼，咱也用英文讲 peace。peace 一方面讲平安，一方面就是和平。和平咧讲啥？和平咧讲咱和上帝，咱和人。甚至和家己、和整个受造的环境，拢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真好的关系，和平、和好的关系吼。所以平安，圣经咧讲的平安，其实有真深的一个意思。和上帝结连，和人、和这个世界、和咱家己拢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最后 Shalom 伊个有一个做更较深的意思吼。就是代表一个真重要的身份，就正做上帝的囝儿，成为上帝儿女，成为上帝选民，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这款真重要的关系，就是用 Shalom 来表达Shalom 伫 Shalom 内底，咱经历到咱正做上帝囝儿迄款的稳定，迄款的平安。虽然基督徒的性命毋是拢袂拄着困难的性命，基督徒会破病袂？吼，咱拢有经验嘛，对一个无破病的吼，也无一个啦吼。基督徒会拄着困难袂？拢会吼。基督徒的性命其实认真讲起来，和一般的人无啥物真大的差别。但是对咱来讲，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伫咱的困难内底，咱深深知影，毋是咱家己一个人在面对，毋是咱靠咱家己的气力在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个挑战。因为咱家己的气力拢真有限，靠家己，咱最后就是失望，最后就是跋倒，最后就是失败。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知影，伫咱的困难内底有上帝甲咱相甲伫地，有上帝稳定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咱虽然伫困难内底，又愿会当平静安稳，又愿有气力通赢过这个困难。
愿咱每一位伫咱生命的道路顶面，因为认捌上帝，因为结连伫上帝，拢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愿咱每一位真实体验到成做上帝的囝儿，成做上帝的百姓，迄款的祝福，迄款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通常常通过你的话，你着提醒，你着帮赞。伫阮的生命内底，虽然有当时会拄到困难、拄到挑战、拄到风影，总是阮已经有你，互阮上界大的应允、上界大的祝福，就是你要甲阮三甲伫地，你要成做阮上界好的朋友，你要牵阮的手，经过阮人生的每一个路站，主阮要全然用信心来倚靠你，用信心的眼光来牵调伫你，伫阮特别拄到困难挑战的时，我们搁较安然来跟对你，来牵调你。阮确信你的稳定，你的祝福要甲阮三个伫地。阮伫困难内底会当经历到你的同在，然后阮的生命通因为安尼搁较成熟，搁较成长。主搁一届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阮人生的道路顶面，站站来引带带领阮，相信阮到也用的稳定。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下，因我是。